去想象他亲临现场的时候，他到后台会跟我说什么，我都可以想象得到。角度照顾一下，很开心哦！我觉得11月份，哎呦，原来是有玄机的哈。OK， 那我们收一下 banner， 准备来单拍一下，非常非常忙碌充实的。大家正前方再给一下下，我觉得很不容易耶。陈琳的成长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所以谁生气？好，我来喽。哦，首先庆功宴是麻辣锅跟酒，但是庆功宴前就是演唱会那一天，我有跟你们比嘛，一个很小的番薯这样。然后庆功宴隔天其实体重没有胖，然后后来呢9号我就吃了牛鸡肉咖喱饭、味噌汤、牛蒡、甜不辣提拉米苏、巧克力泡菜、巧克力软饼干、梅子洋芋片、酸梅们。盐分好高哦。然后昨天吃汉堡甜薯片、5只鸭翅跟巧克力，就从44.8变46.8，是不是还蛮值得生气的？然后外加生理期。没有梦到哎，应该是说隐隐约约有，可是我觉得那不是。我想要的梦到不是思念的梦？因为我就是反正过去有好友还有自己的家人离开，如果是他们真的回来看的话，你是感觉到是回来看，但是我知道现在我如果有一点点依稀的那个梦境的话，我觉得那都不是，所以我觉得他还没有，就是会去想象他亲临现场的时候，他到后台会跟我说什么，我都可以想象得到。他就会说：“靠，陈琳，你真的屌哎，真的很喜欢哎，哪里很帅啊什么，然后就手舞足蹈这样。然后可能又跟我说听到哪一首歌，说他觉得很感动什么，就会一直想象他亲口跟我说这些东西。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其实我的投入度大概只有20%。如果我非常投入在里面，因为我在念他那段语音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整个太投入了，然后就会很哽咽。但是我不想要做这样的表现，我还是很希望就是开心的介绍他，然后反正就是不想要太多。